家出席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嘅澳門托育服務現狀需求調查發佈會。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晴。首先，等我簡單介紹一下今日發佈會嘅流程。稍後我會介紹今日台上嘅出席嘉賓。接住落嚟，嘉賓們將會講解報告嘅數據內容以及提出意見同建議。最後，我哋係會有個答問環節，歡迎各位屆時提出問題。而家向大家介紹今日出席發佈會嘅嘉賓，分別有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李正如副理事長、澳門工聯婦女委員會梁永欣主任，以及澳門工聯政策研究室蔡正彤助理研究員。本次調查透過問卷了解到澳門居民在嬰幼兒托育方面嘅狀況同服務需求以及相關意見建議。調查係於2026年1月至6月期間進行，主要採取方便抽樣方法，透過實體及網絡問卷等形式收集資料。本次調查共收集有效問卷1233份。接住落嚟就先由工聯政策研究室蔡正彤助理研究員向大家講解數據部分。唔該晒。早晨，大家好，而家由我哋講講本次報告得出嘅重點數據嘅。咁本次調查啦，受訪對象係全體18歲或以上嘅澳門居民。咁而本次調查咧，總共收集到有效問卷1233份嘅。咁首先咧係有關受訪者嘅個人資料部分啦。咁女性受訪者係咪多於男性嘅？佔比係由59%以上。而年齡層方面咧，就主要集中喺21至到40歲之間。受訪者咧就以青壯年為主嘅，合共係佔87%以上。而職業方面咧，就以全職僱員為主，佔比63%以上。而個人月收入方面咧，就主要集中喺1萬至到39,999澳門元之間，就佔比82%以上嘅。而喺婚姻狀況方面嘅，45%以上表示已婚已育，其次係近32%表示離婚未育，以及仲有2%已婚未育嘅。居住地區方面呢，就有50%以上受訪者集中居住喺澳門半島，其次係居住喺氹仔佔2%以上，路環就佔咗1%，橫琴新街坊就佔咗5.3個百分比嘅。另外亦都補充一下受訪者嘅居住地區以及佢哋對於托育服務核心改善需求嘅交叉分析部分。咁可以見到咧，路環、氹仔以及橫琴新街坊等等區域嘅受訪者咧，對於服務地點嘅便利性咧係有更加殷切嘅期望。然後我一齊睇睇育兒現況嘅部分嘅。咁喺每月支出方面咧，家中有0至3歲嬰幼兒嘅受訪者當中，每月每位嬰幼兒嘅照顧支出集中喺3,001至到9,000澳門元之間，就佔咗近80%。咁接住落嚟啦，係受訪者對於托育服務滿意度與需求嘅部分。咁喺托育服務嘅滿意度方面咧，受訪者對於托育服務嘅滿意度就以一般嘅評價佔比最高，就佔咗48%以上嘅。其次就有近4成3嘅人表示滿意或者係非常滿意，另外僅有8.9% 表示不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嘅。咁至於對托育服務嘅改善期望方面呢，需求就聚焦3個方面，依次係師資專業素養與穩定性佔咗39%，托育點位置便利性與可達性就佔咗34%以上，以及收費合理性與透明度等等咧就佔咗33%以上嘅。咁對於子女入托年齡嘅期望方面呢，咁超過90%人希望孩子喺24個月之內入托嘅。咁當中亦都有12至到18個月之內嘅入托需求最高，就佔咗30%以上。其次係6至12個月之內咧，就佔咗27%以上。咁然後亦都補充一下啦，受訪者佢哋嘅職業狀態以及佢哋對於子女嘅托年齡嘅交叉分析部分。全職僱員就傾向安排子女較早入托嘅，選擇3至到12個月內入托嘅就佔咗近40%，而全職照顧子女嘅受訪者就大多選擇讓子女於18至到36個月之內入托，咁呢一部分亦都佔咗70%以上嘅。
而對於託育機構嘅師資期望方面呢，就以有愛心、耐心同埋責任心居於首位，佔咗近65%嘅。咁其次係具備專業嘅育兒知識同埋技能，佔咗47%以上，而有豐富嘅實踐經驗就佔咗30%以上，能夠與家長保持良好嘅溝通呢，就佔咗29%以上，培育內容具創新性就佔咗27%以上嘅。咁至於對育兒津貼嘅投資方面啦，44%以上認為津貼嘅幫助唔大，或者幫助比較大嘅。咁另外亦都有55%嘅人士啦，就認為津貼有一啲幫助，但係作用有限，或者係認為幫助比較少嘅。接住落嚟亦都補充翻受訪者嘅收入水平，以及佢哋對於育兒津貼等資作用嘅交叉分析。咁可以睇到，月收入低於7280澳門元嘅受訪者當中呢，就有超過70%人認為津貼嘅作用有限，或者係減壓作用不大嘅。咁至於家長學堂方面呢，就近77%嘅受訪者表示十分樂意參與，或者係有參與嘅意向。另外亦都有23%以上嘅受訪者就表示無所謂或者毫無興趣嘅。咁喺提升服務嘅質量方面呢，受訪者期望特區政府優先推行以下嘅工作嘅。當中就有近50%期望加強託育服務人員嘅專業培養同埋資格認證，近39%就期望制定並且嚴格執行統一嘅託育機構質量標準與監管體系，34%以上期望提高託育人員薪酬待遇以及穩定人才梯隊，以及依次仲有建立託育服務行業嘅服務品質評估與獎勵機制，激勵機構提升服務水準，推動託育服務資訊化建設，實現服務過程透明化同埋家長即時監督，增加公共財政對於託育服務嘅投入，建設更多普惠性嘅託育機構，加強託育服務與醫療、教育等領域嘅合作與銜接，提供更加全面嘅服務。開展託育服務創新試點專案，探索新型服務模式和內容，完善託育服務嘅投訴處理同埋糾紛調解機制，保障家長和嬰幼兒嘅權益等嘅期望。佢哋最後對於少子化嘅應對措施方面呢，咁最多人認為咧，最重要嘅就係產假提升至到90天，與託育機構入託年齡要求無縫結合，就佔咗46%以上嘅比例。其餘依次仲有完善育兒補貼政策，長期提供經濟支持，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就佔咗37%以上。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保障孩子從學前到義務教育階段嘅優質免費教育，就佔咗近33%。推行企業彈性工作制度，助力職場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就佔咗27%以上。其餘仲有提供住房優惠政策，譬如係給予生育家庭購房津貼、優先保障經屋和社屋等等，改善居住條件，建設多元化託育服務體系，增加託育機構數量並且提升服務品質，解決家長後顧之憂，加強生育和健康服務，提供免費孕前檢查和先進不孕不育治療，強化女性職業發展，消除職場性別歧視，保障生育女性嘅職業晉升機會，同埋係開展生育文化宣傳活動，營造鼓勵生育、尊重家庭嘅社會氛圍。咁我數據講解部分就去到呢度，多謝咁多位。以下將會繼續交由幾位嘉賓講解意義嘅部分，唔該晒。唔該晒。係咁，感謝各位傳媒今日嘅出席啦。咁今日係工聯總會啦，我哋早前透過問卷嘅形式啦，透過問卷形式咧，就開展咗呢一項關於澳門託育服務啦，同埋借此都了解下一啲尤其係家長啦，或者係一啲居民啊，佢哋喺育兒方面嘅一啲考慮同埋一啲嘅關注點嘅咁樣。咁正如頭先啦，同事介紹嘅一個數據啦，一方面佢哋其實會睇翻對於可能一啲託育服務上面咧，佢哋嘅最大嘅關注就係
師資嘅專業情況啦，點樣有耐心啦，有穩定性啦，亦都喺一啲政策上面咧，對於託育服務係期望政府更多嘅支持，去促進我哋呢方面嘅託育保育人員嘅一啲專業性啦，佢哋嘅就業嘅穩定性啦，或者係可能係一啲即係薪酬上面啦，可以俾更多嘅激勵，從而咧係即係進一步透過一啲可能考證啊、唔同嘅培訓咧，係提升整體隊伍嘅一個即係服務質素。咁當然從一個即係託育嘅環境啊、品質保障啊，都會係我哋呢一啲受訪者佢哋最關注嘅部分嚟嘅。咁而第二個大點咧，就會係一啲託育嘅政策同埋建議啦。包括喺少子化嘅情況底下，認為政府有啲咩措施啦，或者係點樣去提升一啲服務質量，政府要優先推行啲乜嘢？咁稍後亦都有一部分咧會由梁美欣主任咧去做一個補充嘅。咁我首先同都講翻咧，即係今次呢一個民調咧，我哋都有一個考慮到即係社會上居民其實目前對於一啲育兒嘅關注咧係會比較高一啲嘅，即係都好希望有更好嘅從細到大育兒到後續嘅教育環境，都俾到我哋嘅小朋友同埋青年咧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咁所以對於無論託育教育服務好多家長佢哋都會好主動去俾一啲意見。咁而作為喺特區政府嘅政策上面點樣支持呢啲服務嘅優化、穩定性同埋將來更可以提質咧？呢個都會係家長們所關注。咁作為頭先嘅數據底下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方面嘅意見啦。咁首先譬如話喺構建一個高品質嘅託育服務體系啦，以及一啲標準去精準去優化一啲服務體系啦，同埋一啲政策支持啦，呢個都會係好多家長佢哋關心嘅點嚟。其中人員咧，我相信都係構成成個託育服務最重要嘅因素，因為硬件設施我哋近好多年啦，政府都投放嘅資源都會支持各個辦託嘅實體咧，去優化佢嘅硬件環境啦，或者係可能一啲軟件方面，譬如教育套，可能工聯總會我哋都會出一啲教育嘅刊物一啲咁樣嘅配件，咁呢方面其實都會得到社工部喺呢度嘅支持同推動。咁而更重要嘅就係日常小朋友嚟講嘅時候，託育人員佢哋嘅團隊嘅穩定性同埋佢嘅質量，就會係即係居民更為關注嘅點咯。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建議啦，從呢個大方向之下咧，要希望政府再做多啲強化我哋人才培育啦，以及係完善翻呢一啲對於人員嘅保障同激勵措施，喺呢個方面都希望可以再提出。譬如由我哋主管嘅部門啦，同各個辦託實體或者我哋團體咧，再即係進一步去優化我哋託育人員佢哋嘅一啲工作嘅標準啦、培訓嘅綱要提供一啲進修嘅津貼令到我哋喺聘用同埋持續去提升人員嘅能力同埋佢哋一啲專業嘅服務上面咧，係有一個持續嘅一個跟進嘅。咁第二就係一啲即係希望透過財政措施研究翻我哋目前喺託育一啲叫做補助啦、財政補助啦，同埋人員嘅薪酬方面，同埋佢哋嘅服務穩定性方面咧，係可以進一步去研究，亦都要喺呢度咧設立一啲同人員之間透過更好嘅一啲機制啦，作為一個溝通，即係了解翻佢哋工作上面嘅一啲壓力，從而係大家尋求一個更好嘅託育嘅環境。過往咧，我哋都會知道啦，即係點解家長佢哋喺大家全部可以留意到啦，其中一個嘅調查咧，除咗係關注師資嘅專業性咧，佢哋仲會關注喺託育嘅時候，佢哋最想改善嘅係咩咧？託育點嘅便利性、可達性，仲有咧，其實都係提到師資素質同埋穩定性。小朋友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佢需要時間適應。如果師資隊伍係穩定嘅，譬如我哋講一啲保育嘅老師人員，佢哋係好穩定咁樣，俾小朋友係長期會見到，佢哋會感覺比較安心，同埋喺呢個學習環境之下咧，佢哋都會係比較安全一啲。咁人員嘅穩定性呢一度，我哋都希望係政府能夠加強翻喺呢方面嘅一啲即係薪酬吸引力啦，咁進而就可以進一步提升。咁包括而家講緊少子化，可能一啲唔單止係學校啦，教育嘅環境上，政府都出咗啲措施，去希望將人員嘅穩定性係確保。咁託育方面其實都會睇到咧，最新出台嘅一個統計局嘅數據顯示咧，我哋託育服務嘅人員係同年比較即係最新第一季嘅數字，同比去年嘅數字咧係有所下降。咁我哋都希望政府係唔單止係教育層面對學校有好多
短期嘅津貼啦，透過一啲適當小班制，讓到我哋嘅師資隊伍去穩定。其實托兒所同樣面對類似嘅情況，我哋一方面點樣穩定呢啲嘅託兒人員，佢既有經驗，對小朋友亦都係一個安心嘅育兒環境，一個即係照顧保護嘅環境，呢個係好重要。咁第二個層面就係，既然我哋嘅人資嘅需求係相比起以前冇咁緊張，我哋點樣將嗰個班級同埋小朋友嘅比例，尤其是托育，我哋講緊而家最細嘅 B 係托3個月，咁加上好多家長都會希望可能係即係睇翻下個數據，由6個月至12個月咧，佢哋都比較大一個托兒嘅需要，即係唔係去到1-2歲以上嘅，有更多係全職嘅雙職嘅父母。佢哋都可能去到3個月以上，可能太細，佢6個月以上都有可能有呢個托兒需要。咁點樣將嗰個師資更加好嘅比例同小朋友嘅比例，我哋進一步加強，可能一個嘅保育員同老師，佢哋可能睇嘅小朋友嘅數字，透過政府嘅財政補助，強化我哋少子化之下嗰個托育同埋支援家庭嗰個照顧嘅環境，我哋將個師資進一步嘅比例係對小朋友嘅少，即係小朋友嘅比例嗰度咧，我哋去優化。咁變咗一個老師一個托育人員，佢睇嘅數量少咗嘅時候咧，佢更好地去關顧，尤其是去觀察可能小朋友喺成長咁細個嘅時候，有一啲行為上面啦，有一啲心理上啊，有一啲咩嘅情況，都可以透過人員，當我哋嘅一對幾多個小朋友嗰個比例上面優化咗，咁佢就可以更好照顧小朋友。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喺成個人員隊伍啦、人才嘅培育上面咧一個嘅措施。咁呢個亦涉及到服務環境嘅品質保障。咁第二咧就好多家長都會關注一個完善政策同埋支持嘅體系啦。咁其中提到咧就係包括好多家長都會填俾我哋啦，希望盡快嗰個我哋個婦女產假可以優化去到起碼90天咁。咁呢個都好高興睇到啦，政府已經通過咗有關嘅法案，稍後都會交到立法會討論。咁呢個嘅其中一個點啦。咁亦都有家長表達希望可能侍產假啦，甚至乎將來可以探討透過目前嘅產假提升或者侍產假提升，大家都會提到就係可能透過啲政府嘅財政補助一啲津貼，去津貼翻有關享受假期嘅父母或者係企業，即係佢嘅僱主，咁釋放僱主嘅一啲壓力，同時可以支持大家增加產假。咁大家都有提出，譬如將來可能設一啲年度嘅一啲可能育兒假。即係當有一啲緊急嘅情況，譬如有陣時私人企業小朋友病咗，有啲家長都要臨時請假去陪個小朋友啊，或者做一啲即係比較急嘅一啲應對同照顧啦。咁呢啲係咪都可以透過港澳政府一啲政策措施給予補助，或者一啲稅務嘅減免優惠，去支持企業可以增加類似呢一啲嘅假期，或者一啲即係缺勤嘅情況，可以優化我哋嘅一啲照顧兒童嘅一啲家長上面嘅需要。咁當然啦，亦都最後我呢個部分咧，亦都提出一個咧，就係我哋喺調查問卷嘅時候咧，亦都有問過一個關於育兒津貼嗰個而家嗰個狀況。咁會睇到咧，其實當然啦，比較大部分嘅家長啦，佢哋受訪嘅時候都會覺得呢件事係有幫助嘅。譬如有一啲幫助較大、幫助很大嘅呢個百分比咧，係佔比係比較高，即係超過80%以上都係話係有幫助，至到幫助好大。咁但當然程度有唔同啦，比較多大概40%左右咧，就覺得係都有幫助嘅，但係作用就有限咁樣。咁而後邊我哋再問到對於應對小子化，你希望即係做啲咩措施咧咁？呢個都係產假增加啦，係首位產假增加至有90天，同埋託育機構同埋託兒服務結合，咁呢個係比例比較高嘅。咁第二就係完善育兒補貼嘅措施，長遠提供一個經濟嘅支持，減輕家庭嘅負擔。呢個係屬於我哋問佢即係多元選擇啦嘅措施入邊咧。第一產假90天，第二就已經係托育嘅育兒，唔好意思，育兒嘅補貼即係除咗產假90天，大家係第二位比較關注育兒嘅津貼點樣去進一步優化，咁又都有37%嘅人提出呢一個。咁所以結合咗兩者就係希望政府都行咗一段時間嘅我哋講育兒津貼，目前係未滿3歲每人每個月1500蚊嘅水平。咁但係可能小朋友唔止係3歲以前嘅，大家有一啲嚟緊再大少少嘅時候，都有好多育兒唔同嘅一啲開支，政府能唔能夠進一步研究同埋收集而家我哋一啲
家庭啦即係叫做年青嘅家庭啦，佢哋可能係準備生育，或者都係有個有嬰嘅小 BB 嘅。咁呢一啲嘅家庭佢哋嘅需要，從而進一步咧都可以係擴展啦，同埋擴充我哋覆蓋育兒津貼嘅範圍，至到唔單止係3歲啦，可能進一步擴大個年齡覆蓋啦，又或者係唔同嘅範圍個津貼嘅金額嘅提升，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喺下一階段進一步收集實踐嘅情況，我哋一啲年青生即係一啲育兒家庭佢哋嘅需要，咁喺呢個方面咧係做一啲嘅跟進，政策方面跟進。咁我呢部分嘅介紹就去到呢度，以下嘅時間咧就交俾梁明恩主任咧去講解另一方面嘅建議嘅。好，唔該正義。喺呢度咧，咁我就將會咧有3個重點嘅方向啦，同埋小結啦，係去表達我哋官員啦、婦女委員會喺就呢個問卷裏面咧所衍生嘅一啲嘅想法啦，或者一啲建議啦，去給予政府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個前瞻規劃啦，同埋完善配套。咁正如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留意到咧，家長揀呢個托兒所咧，最緊要嘅就係便利啦。由於頭先都提及過啦，我哋比較而家嘅適育嘅家庭咧，其實都係以一個35到34歲嘅年齡層嘅生育父母為主嘅。咁好多時候佢哋都係需要係雙職啦，咁以及就係我哋俗稱嘅4大長老啦，咁可能都係以便捷性啦，咁去讓佢哋可以更好咁協助啦，佢哋去接送呢個幼兒嘅。咁所以咧喺政府未來呢個城市規劃上面咧，都希望繼續係要投入呢個資源，因為一個城市嘅流動其實人係關鍵。如果冇人嘅話，咁城市嘅發展，咁未來唔可能單純靠 AI 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話，當然喺城市發展裏面有之下，咁始終可能都係要有人願意生育。咁所以頭先我剛才正如提及嘅好多嘅政策嘅配套助力之下咧，咁未來有冇條件可以係有啲新城區，始終佢可能都係要守一守，係啦。就算我哋而家所講嘅 A 區，乃至我哋嘅成排灣都冇。咁未來其實有冇條件可以加設一啲接駁嘅專屬嘅專託嘅巴士，係啦，咁去讓我哋呢啲嘅托兒服務嘅店咧，可以去給予我哋嘅家長有更多嘅一個選擇咧。第二個咧就係建立呢個多元嘅分擔嘅模式。咁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就主要係推動呢個政府補貼啦、機構減收、社區支援嘅呢個成本共擔嘅機制。正如頭先所提及啦，就係政府都好主動啦，近呢幾年推出咗呢個育兒津貼之後咧，咁確實係有助咗一啲家長嘅每月嘅恆常開支嘅。咁而喺呢個嘅補貼之下，其實有冇條件？我哋都見到坊間有多嘅意見，就係其實小朋友去到幼稚園嘅時候，可能都仲要係一啲技能啦，或者興趣班啦，都希望可以去繼續去上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可以研究一下持續進修，乃至係一啲冇新嘅補貼方案去助我哋嘅幼兒可以更早去學多啲更多唔同嘅技能係啦，去為將來去發掘佢自己可以去開拓嘅地點咧。例如配合我哋未來可能政府嘅一家4產業之下嘅一個嘅需要嘅人才庫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機構減收部分咧，咁主要就係條件許可之下，其實現時嘅托兒服務中位數嘅托兒所其實涉及有幾多呢個收費？咁有冇條件可以去做一啲再優化嘅補貼咧？咁因為知道政府其實都有主動去增加咗呢個弱勢家庭嘅托額嘅配額嘅。係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其實要達至弱勢家庭嘅配額嘅數就有限嘅，咁始終可能惠及唔到一啲中產家庭或者係未能夠去到弱勢家庭申請，但係其實佢又好希望有啲幫助嘅一啲嘅家庭中位數嘅收入嘅時候，咁其實佢哋真係咁強嘅願意生育係啦1到2個嘅家庭嘅時候，呢一啲嘅津助補貼有冇機會可以去構建咧？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社區支援啦，咁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啦小朋友係啦，都要有好多親子活動啊，或者係社區去令佢更加了解區內啲乜嘢可以做進行嘅親子活動嘅空間啦，或者係課程啦，或者一啲親子活動嘅內容。咁喺呢度嘅話，同民間機構上面嘅合作可以有啲乜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嘅多方分擔嘅機制，讓到我哋嘅家庭會覺得你陪到你嘅小朋友嘅時候，你並非孤軍作戰嘅，係啦，就係成個社會都係多方面去配合同埋支持佢哋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個發展呢個彈性多元嘅服務啦。咁其實就係頭先正如都提及過啦，我哋嘅產假就將會進入一個法律通過嘅階段啦。但係始終呢個階段都仲有時間嘅。咁其實喺未達至嘅時候，而
托兒所係需要90天嘅幼兒先能夠進入嘅時候，有冇條件可以再增添能夠去暫託去給予一啲可能而家嘅產假即係60天之下嘅呢個時間差嘅托兒所能夠有更多嘅參與咧？因為正知道今日6月1號啦，其實全澳都將會有數間嘅托兒所咧，就將會可以接收60天嘅幼兒嘅，係啦，我哋公營屬下嘅托兒所都參與咗其中。但係始終以全澳40多間受資助托兒所都唔係全部參與嘅。咁喺呢個時間差之下，點樣可以有更多唔同嘅配套設施去幫到我哋嘅新生父母，佢哋去唔使擔憂產假完咗之下又未能夠完成增加產假下呢個期間嘅一個安心咧。咁呢個係可以去再推動更加多嘅托兒所參與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優化我哋嘅全日託同埋延長託額託管同埋臨時託管嘅一啲服務模式。因為縱觀睇翻啦，其實普遍嘅托兒所咧，其實嘅關門時間都係唔統一嘅，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普遍澳門嘅工作天嘅人咧，基本上都係放6點鐘嘅。但可能有啲托兒所就係6點半，可能已經係關門㗎啦。咁我哋公營嘅就7點啦，同埋你買1個鐘頭嘅緩衝，基本上啲家長都會接到嘅，係啦。咁有冇條件未來嘅時候都可以係去推動統一啲嘅關門時間？當然呢個就頭先正如有提及啦，就係同人資嘅配合其實有關聯嘅。但係呢一種嘅投入同投放，作為未來喺一個社會上需要人去到傳承之下，咁其實呢個資源投入係咪都其實可以去考量咧？係啦。咁再一個就係都會見到咧，頭先都講過啦，成日講緊一個家庭要配合嘅話，其實真係方方面面啦。正如頭先提及嘅一個多元嘅聯動機制啦。咁亦都見到調研裏面咧都樂見咧，其實近7成7嘅家長咧係對於由社會文化師帶動之下構建嘅一個家長學堂嘅聯動嘅平台嘅活動推廣咧，佢哋係表示係好樂意參與同埋係有意欲參與嘅。咁亦都確實喺呢個家長學堂嘅平台之下咧，就正構建咗頭先所提及嘅就係政府補貼啦、機構減收啦、社區支援嘅方式，去用到唔同嘅活動模式啦，去讓我哋嘅家長可以更好咁培育小朋友之餘咧，其實更好一個平台係俾而家呢一代嘅父母，佢哋可以彼此之間有一個壓力嘅疏解啦，或者係一啲培育上面一個秘訣嘅交流嘅空間啦。咁亦都見到其實好多活動咧，呢啲都係免費嘅。咁亦都見到佢會考慮咗線上線下嘅活動推廣啦。咁我覺得將來可以更加好咁樣，大家可以多啲上一上呢個家長學堂嘅平台啦，去讓可以父母唔使擔憂就係放假啲咩同小朋友玩咧。咁呢度可以俾一個更好嘅幫助同緩衝。而有陣時候呢啲活動嘅緩衝之中咧，其實都可以俾父母佢哋自己咧就有個 me time 時間，因為會有專業嘅人員啦，去同小朋友做活動之餘，咁家長自己都可以喺呢個時間裏邊咧，佢自己詮釋一下。咁所以喺呢度咧，期望係喺頭先我提及啦，喺所內嘅一啲嘅安全啦、物質嘅保障之下咧，令到我哋整個嘅培育嘅環境咧係更加助力到家長放膽同埋勇敢咁去生育咯。好，唔該晒咁多位。接住落嚟，我哋進入提問環節。如果各位傳媒朋友想要提問嘅話，可以舉手示意。其實都想了解翻咧，知道你哋工聯都有托兒所噶嘛？咁其實而家你哋嗰個比較年紀細嘅小朋友托育個需求，即係可能3個月啦、6個月啊，或者1歲以下嘅一啲需求，可能係多咗，比以前多咗。因為好似以往嘅一啲家長可能都係一歲幾啊2歲先放入托嘅，而家係咪嗰個年紀細嗰啲？咁多謝傳媒嘅詢問啦。咁確實以翻近呢2年啦，係啦，呢2年其實睇翻前線托兒服務嘅數字啦，或者官方嘅數字都其實確切係睇到咧，同過往可能10年前啦，我講緊係啦，可能10年前好多時候家長都係有頭先你講啦，其實可能有4大長老係啦，或者係一啲有質素嘅我哋所講嘅家傭可以協助之下，佢可以安心到俾小朋友係在家係啦，自己去湊住。咁然後去到可能係叫做2歲係啦，先至會係話敲門俾托兒所啦，因為想去體驗呢個集體生活，或者係去我哋俗稱最緊張嘅，希望佢戒咗片係啦，呢啲嘅一個自理能力嘅一個嘅服務啦。咁但係確實近年咧，正如頭先都提及啦，我哋亦都睇到官方嘅統計嘅數字啦，其實新生父母嘅年齡係33到34歲，係雙方即係男女係啦。咁我哋睇翻呢個年齡層，其實佢哋嘅父輩係啦，兩邊都冇，其實都可能係處於未退休嘅年齡。
或者乃至退休都好咧，都係一個新生代嘅我哋叫做長老，係啊，咁佢哋可能就係未必都想退休就真係想自己嘅生活，咁導致佢哋未必係會係從我哋個上一輩咁樣係願意去全心去投入去湊小朋友。咁所以確實喺近呢幾年要見到嘅數字就係1到2歲嘅小朋友嘅敲門入托嘅數字係高嘅。咁我哋個別地區嘅托兒所咧，咁都喺而家出生率下降之下啦，咁其實都托賴係會有爆滿嘅情況，或者需要輪候嘅，係啦，都係確實係會見到呢個情況。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提及嘅，都係個產假問題啦。咁BB 班我哋俗稱叫 BB 班啦，即係3個以上就可以入托嘅 BB 班咧，咁都確實喺呢2年咧係試過係直情係叫排隊添。係啦，咁呢個情況都會係有區分啦，係啦，有陣時必須要話區分會有呢個差別性咯。咁所以都會見到呢個情況之下，政府亦都會因為呢啲區分下會有構建新嘅托兒所去投入嘅。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又要考慮下，就係頭先有提及啦，有社區區域性嘅需求之下，你新增個托兒所，咁我哋至少我哋公聯啊，我哋會關心我哋投入咗呢個托兒服務嘅工友點樣樣，佢哋可以更好咁繼續能夠去投入服務之餘，亦都可以係更好咁能夠生存到咧。咁其實下一個我哋會提倡，亦都係其實喺文本都有提及嘅，就係個小班制喺托兒所係咪都能夠推行嘅？因為其實咁樣嘅話係更符合照顧我哋呢啲更初生需要以安全為首要嘅托育服務嘅基礎上咧，係會讓我哋嘅家長更有信心。而呢個信心其實我見到係正如頭先提及嘅就係早咗托兒所會願意投入嘅，因為佢會覺得喺托兒所係令到佢有安心，亦都可以學習到。所以而家嘅新生家長佢哋會樂意願意去選擇入托兒所咯。希望可以答到呢個問題。好，少少嘅補充咧，因為從比較整體性啲嚟睇咧，我今次問卷1200幾份入面都有問到一個就係話，你希望你嘅孩子咧喺呢個年齡階段你會即係安排佢入托咧。咁其中一個調查結果咧就係3至6個月以內嘅咧就係8.3%，咁而6個月至1歲就係27.6%，而1歲至到歲半咧就係30%。咁再大啲啦，咁再大啲就即係又係30%左右啦，歲半以上又30%左右。咁我哋都做咗一個交叉分析，即係職業狀態同埋托育機構你希望入托嗰個年齡嗰個交叉分析。咁我睇翻咧喺全職僱員入邊咧，大概有超過31.4%咧，佢係希望係喺6至12個月，即係加埋細 B， 加埋去到可能係講緊歲半以下嘅。呢度大概係有差唔多40%全職僱員，8.3% 係3個月以下，3個月至6個月，31.4%咧係6至12個月。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1歲以下，如果個父母係屬於全職僱員，佢個受訪者屬於全職僱員，1歲以下嘅入托需求咧係有40%係表達佢話1歲以下嘅入托需求。咁另外再去到可能1歲至歲半咧都有30%。即係話，如果係屬於全咁，另外當然有啲係我哋訪問咗啲係兼職僱員啦，可能屬於僱主或者自僱人士啦。會睇翻呢幾部分咧，當然大家都可以想像到㗎啦。當佢有份工作、有份事業要去做嘅時候咧，佢對於歲半以下個細，即係我叫相對細 B 啦，細 B 班嘅嗰個需求咧，都個比例係高。咁所以就正如頭先梁美欣主任講到啦，即係當然亦都有唔同嘅分區，因為而家肯定澳門半島、氹仔離島區或者甚至乎路環，可能甚至乎會有啲去咗橫頭居住，佢哋對於一啲托兒服務嘅需求咧，都係會有啲係會增加，會有唔同嘅調整。咁希望政府做進一步嘅呢啲即係分析啦，去了解翻正好似譬如我哋托一個3個月至到1歲比較相對細 B， 佢有好多仲慢慢開始學習緊嘅一啲適應嘅階段，呢啲細 B， 佢嗰個照顧環境係唔同嘅，需要嘅休息嘅活動空間啦，或者係佢嘅師資啦、保育嘅人手啦，肯定會係一個人員對嘅 B 嘅數量肯定會係更少，咁先至會係更好地去照顧，因為佢未有太多嘅自理能力，即係3個月入去，大家都會想像到。咁到大個啲嘅時候，佢有一定嘅自理能力，通常我哋都會透過老師去教佢，會自己去操作一啲簡單嘅嘢，譬如不打飯仔食啊，即係有個照顧嘅需求又係唔同。所以針對呢一啲唔同，會可能3-5個月或者半年嘅唔同嘅年齡段，個老師同埋幼兒嬰幼兒嘅人手比例係唔可以進一步優化。活動空間嘅，既然即係少子化咗啦，我哋更加進一步要考慮就係點樣協助各間托兒所去優化活動空間、照顧人員嗰個比例，
咁嘅時候，透過政府嘅財政補貼，增加佢哋個照顧穩定性。咁呢個肯定對於日嬰幼兒嗰個照顧會更好，即係甚至乎家長都會更加安心，亦都可以透過呢啲託育人員佢哋嘅專業能力，開設更多嘅家長學堂、家長嘅分享會，或者家長希望有嘅，即係有啲佢都希望可能有啲照顧上嘅困難、困擾，有啲人可以同佢去對話，有啲專業方面嘅人員，即係到時政府再聘用一啲家長學堂嘅專家、專業人員，去同佢分享一啲照顧上面嘅小技巧啦、一啲經驗，可以釋放家長呢方面嘅壓力。呢啲服務都係我覺得係一種延伸嘅服務，但係喺現代嘅家庭咧係比較需要。多謝咁多位，請問各位傳媒朋友仲有冇問題？冇乜點。唔好意思。你好，政告記者，我想問翻頭先都提到話，即係而家嘅託兒需求主要係喺即係可能細啲1歲半以下啦。其實都想整體了解翻，因為而家出生率可能都係2000定或者係3000左右平均啦。會唔會話對於啲託兒所嘅服務，其實託兒所都會有一啲可能學校之類嘅有一啲類似係營運嘅壓力咁樣咧，先至或者希望提供呢個即係財政嘅資助，你哋營運得更加好啲咧？其實想了解翻而家嘅營運壓力主要係喺邊度？會唔會因為生源問題，即係可能而家就生育潛量集中係細啲啦，咁但係會唔會升到話將來即係歲半至3歲呢啲比較叫做大少少嘅大啲，將來隨住佢哋嘅增長，即係都會令到你哋嘅營運所營運空間或者係你哋即係成個托兒所營運行業係有啲即係經營壓力咁樣。我自己都會建議政府咧要去關注翻整個喺澳門一啲託兒服務機構嗰個營運嘅情況，即係幾樣嘢嘅。一個就係我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到同學校係一樣，而且佢哋係再早一個階段受到呢方面嘅一個影響。當少子化以往平均每一年講緊係5、6千、6、7千嘅水平，而家減半去到2、3千嘅水平，甚至乎即係今年未睇到全年嘅數據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哋睇翻政府統計局嘅數據，佢有做一啲人資源嘅調查嘅。今年嘅第一季最新嗰個託兒服務嘅在職員工嘅人數咧，同比去年係減咗幾十人啦，即係有3.4%嘅下跌，即係縮減咗啲人手。咁未來肯定會喺少子化之下，針對學校，我哋非常認同政府要出一啲短中長期嘅措施，一啲補貼穩定師資隊伍，或者一啲加強對學生嘅服務轉型安排。針對託兒所全澳嘅一啲託兒機構，係咪都可以有更多呢啲嘅工作咧？我哋知道其實社會局都有推動緊呢件事嘅，咁將來希望都可以同各個託兒機構更好，亦都係即係可能係唔同嘅託兒機構，佢喺唔同嘅地區佢個收生情況各樣嘢，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啲針對性，會間有一啲唔同嘅策略，將佢哋嘅服務人員係第一從穩定就業個角度，第二係發揮佢哋保育嘅專業性，點樣更好地照顧幼兒，呢個我諗一定係核心嘅，從而進一步加強幼兒得到嘅專業、安全同埋一個即係開心嘅成長環境嘅一個託兒服務。我諗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嚟。第二個就係話會唔會有啲延伸性嘅服務都可以用翻呢啲嘅即係延伸嘅一啲安排啦、延伸嘅服務啦，可以讓到呢啲嘅人員咧去協助埋家長做一啲即係關注照顧小朋友嘅一啲安排或者一啲支援啦。包括有啲朋友都會同我哋去即係反映出就話可能有個別一啲大型嘅服務喺增加資源人手嘅情況之下，同託兒所去協調。更好嘅支援家長啲唔同嘅服務需要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針對唔同當然唔可以，未必係可能一概而論嘅。可能唔同嘅地區，即係澳門半島氹仔區，佢哋嘅新生年青家庭又可能有唔同，或者係一啲可能由爺爺嫲嫲照顧嘅，佢哋可能需求又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喺呢度都希望即係透過今次嘅問卷係其中一部分啦，有1000零個受訪者咧，亦都有唔同嘅年齡層，有屬於僱員，有啲可能屬於家庭主婦嘅。咁佢哋嘅需求都會有唔同，希望未來可以，既然人手有相對地會少子化之後鬆動咗，我哋點樣提質優化服務？呢個係一個重要目標。唔該晒，請問各位傳媒朋友仲有冇問題想要提問嘅？如果冇，我哋今日嘅報道會就到此結束，多謝大家。
再次感謝各位傳媒，唔該晒。